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那我们在开始以前，我们一起来唱2首诗歌。第一首诗歌是唔免惊，只着信。好，唔免惊哦，不是第一首，我们先来唱在你面前有满足的欢喜。好，在你面前有满足的欢喜。我们再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我们在神的面前是透过他的话语，能够得着智慧的心。我们不仅有满足的欢喜喜乐的心，也让我们有能力继续能够在生活当中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那我们用这首诗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欢喜。在你面前有满足的欢喜，在你面前有满足的欢喜，在你面前有满足的欢喜，在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再从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欢喜。在你面前有满足的欢喜，在你面前有满足的欢喜，在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我们靠主有满足的喜乐好，我们一起来看旁边这一首，唔免惊，只着信。唔免惊，只着信。唔通看人，无看环境甲外面，只有仰望耶稣，一路对主到天国。唔免惊，只着信。唔通看人，无看环境甲外面。只有仰望耶稣，一路对主到天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阮向你献上阮的感谢，感谢你带领阮，互阮来到主你的面前。阮唔那用欢喜的心，要做伙通过你的话语来认捌。阮要安怎样伫阮的亲人、朋友，甚至伫阮来到教会每一位新朋友的身上。互因会当来得到温暖，互因通过阮的交代，通过阮的陪伴，互因明白，阮就是甲因亲像一家伙，拢是厝内的人。阮三甲会当做伙来起造上帝的教会，嘛会当做伙伫福音的工作顶面来做上帝你所欢喜、好佮尽忠的萝卜。愿主你亲自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再次将一切的荣耀，将我们的智慧，将我们一切的全能交给主。愿主你来带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嗨，好，平安，大家平安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的新家人，我们进度比较落后了但是我觉得慢慢的多看多了解，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那如果我们没有做好预备，其实说真的，要关怀家人真的不容易特别是每一个人的家庭都有不同的观点，有不同的理念那我们要继续来看第18页第18页，我们谈到一个这个有关了解现代人的一些特征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帮助新家人？那么我们在了解新家人里面我们要了解这些新家人，我们从几个礼拜我们都在谈说，这些新家人他们对教会、对信仰、对福音的看法。譬如说我们从第几点？我们从第一点，他们是对现实的关心大过于对未来死后的关心，对不对？那个正常人拢会这个想法嘛我即摆家己即摆生命咧过袂好你搁叫我讲我死了要过啥？这个有可能你跟他谈说，你跟他讲说永恒的盼望，他说我即摆家己过袂好就好我跟你过我死了要安怎死后那是死后的事情我也不用现在去看那第二点，我们也谈到说，现代人他们有一些错误的属灵知识，对不对？
他们认为受祝福是不需要付出任何生命代价的，对不对？所以来到教会的基督徒，有些人也是如此，他们期待在教会当中得到别人的重视，甚至得到别人的祝福，可是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生命是可以给予祝福的。好，第三点，我们也谈到说，在群体当中他们是感觉孤单的，我们要了解他们是孤单的。好，那我们也谈到有关隐藏，他们有许多隐藏的伤害跟痛苦。好，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些伤害跟痛苦，才会导致他们的心境，他们在困境当中不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谈到这是第4种。好，他们在心中都是有隐藏的伤害跟痛苦。那第5个，我们也谈到说，这些现代人呢，有一个特征叫做极度的自私自利，成为自我欲望的奴隶。好，这个价值观呐，很多图利的行为啊，有没有？在教会里面，基督徒常有哦，他会透过送礼物哦，透过得到别人更多给他的重视哦，这些都是属于自私自利、欲望的奴隶哦。好，要了解。第6个，对教会有莫名的反感。好，这个当然有些时候是因为刻板印象啊，但是有些时候也是因为我们基督徒所造成的。好，所以往往我们必须要了解那个有些人说基督徒那个好像礼拜天都不能休假，都不能放假，光这个就会有反感了，对不对？基督徒我看你这朋友我也拢没得出去的啦，也不知礼拜天都没当出去佚佗的啦，有没有听过这个？好像也有，对不对？好，莫名的反感有很多种，对教会有莫名的反感，其实有很多的。好，第7个，对未来感觉不安，不信任别人。好，因为环境的变化，有没有发现现在的那个你没有这本吗？没有。你没有拿？没有，这样不行，这样没办法听牧师在讲那个子安。我们可以看，我们还是看，对，好，这样你才会懂。你没有拿到吗？好 ，OK， 没关系。好，那我们谈到对未来环境感到不安，这是现代人，特别疫情过后我们经历到了。上帝他不要让人活在自然而然来认识他，有没有？主人及人的信用有没有这种人？有没有？有哦。他认为说那个信仰是自然的，你不要勉强我。可是我觉得有些时候这样的弟兄姐妹，他是很需要福音的，他是很需要陪伴的，他需要有人跟他讲真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不要让我们这些现代人的这些家人朋友们因为对未来感到不安而不信任别人。所以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很多基督徒朋友，也要面对这个问题。好，那之前我们最后谈到有一个叫做靠自己的知识去找不到什么生命的答案生命的答案。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应该能够理解，然后人都是靠自己，很喜欢靠自己去找答案，有没有？但实际上那个过程，实际上都是最后都是自讨苦吃，有没有？那最后伤害也会造成。那这个也是不要这样去做的。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的是，唯有福音和教会才能给他真正的人生答案。假设我们当中有一个新朋友来到教会，我们过去是不是有一种观念，认为说他才刚来教会没多久，我们不用太常跟他联络或邀请，对不对？我们大概会有这个基本的一个尊重。但是你会发现，一个人他如果继续在他的生活圈里面，他其实都在找他人生的答案。可是唯有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告诉他福音，还有教会是可以给你最温暖的地方，懂我意思吗？那就没有所谓的这个问题了。我刚刚讲的那个问题，好像我们要等到他熟悉我们，我们也熟悉他了之后，我们才会有更多关心。我以前曾经想过说，有人告诉我说，委员，你你这样子的方式会让人害怕。我就说怎么说？他说，因为他才刚来，我在之前的教会那有人曾经这样跟我说，牧师，你好严厉哦，好严格哦。那个刚来的朋友你好像就一直好像什么穷追猛打好像穷追猛打一样我说不是啊，我只是想关心他，让他知道说，其实他会来到我们当中，就是他有需要，他需要找到答案。那到底什么是答案？我们就要想说，
他既然有需要的时候，如果没有人在第一时间去给他陪伴的时候，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最近我们有一个新朋友，有一个姐妹，我们不讲名字哈，我们在这边就是讲一位姐妹哈这个姐妹她就是她自己独居，自己住在这个长义城那边，可是她就有一个惶恐，对不对？她就是我们之前有谈到的那个叫什么莫名的不是隐藏的，不管是伤害、痛苦或者是错误的属灵知识，这个就是属于错误的属灵知识，因为有很多你是不用怕，他已经是基督徒，可是实际上我们是需要教导他，让他知道福音是可以，福音的大能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假如在做新家人关怀的部分，我们关怀学校在做什么？我们就是学生啊，我们在培养训练成为一个勇士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假如我们没有办法帮助人，告诉他说福音跟教会才是你真正人生的答案，你会发现我们以往过去我们在教会参加教会的服事跟做基督徒，我们大部分都是存在的我就来啊，我毛好塞啊，我毛咧红hen啊，对吧？大致上就这样就好了。那至于人要不要来，他会不会长久，那是圣灵的上帝的工作。我们把所有的责任都是推到上帝那边去。可是我们做牧者时常在看都不是这样看，我们在看的是说，天哪，我们都没有那种热情，对人生命的需要的热情。人生命的需要是何等需要我们去做介入，因为我们就是出口，福音的出口。上帝他有能力，可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认知，我们没有办法把福音带出去。所以最近我们教会从1年半前我们开始做青少年，好，那么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同工慢慢的熟悉年轻人的状态，我们也无形当中让了我们人不多，但是我们至少还不错，还有2个是稳定的，甚至嘉伟他也是礼拜2都会稳定固定来教会参与聚会，我觉得都很好。但是我们还有更大的突破是，我们要怎么去教导福音跟教会，才能够帮助他找到人生真正的答案。所以我昨天在辅导这个青年的时候，我特别就因为他又带了一个新朋友来，那我就开始觉得上帝要我一定要讲一些关于他的一些重要的事情，好让他理解，不然伤害可能又会造成。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在陪伴的过程，如果我们没有那一种负担这个叫做负担没有负担的时候，你一定会想象得出来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是不是有可能它会再发生下一段的伤害产生？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教会的基督徒我们都有责任。当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人的生命，他需要福音。什么是福音？不是上帝爱我们，耶稣要救你这种那么简单的讲出来的话，而是一种陪伴，而是一种负担。所以包含我们现在教会也要开始做这个所谓的1919这个救助协会的相关的社区工作，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负担跟热忱。还有未来我们要做的这个社区的周末营，我们都是需要有这方面的负担。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罗马书第4章，我们一起来看第4章第13节。我们要从13节看到第17节，4章13节到17节。4章13节到17节，罗马书好，翻到了，我们一起来看因为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哇，这句话就已经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了。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而且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领受上帝的应许跟呼召，要去靠着信心，有没有？要使地为业的一个信心之父，对不对？那么我们从这里已经看到了，上帝是要我们能够承受这个世界的。所以我们前后左右看一下，然后跟他讲说，你要为主承受这个世界的产业，你要为主承受这个世界的产业。
所以这个世界的产业不是靠你现在你的经济状况来论定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所建造教会的宏观，我们不能够单纯看到我们眼前的，我们要先知道上帝是应许哦，应许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哦，必得着哦。那怎么得着？怎么承受？不是因为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啊。那什么是信而得？你有没有发现律法很多时候在教会很多人都在谈律法？你有没有奉献？你有没有做到怎样？你有没有怎样才叫做才配得起？其实我觉得不能这么思考，我们要换个角度，我们是因信心而得着的。所以我们时常要告诉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做什么。虽然他们会误解，一定会产生误解，所以我们最近也在经历这种事情。这种过程就是在神在考验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教导，我们不能够忽略教导。所以教会如果没有教导，你看我们有多久？自从牧师来到我们的教会，好，我们大部分都是在付出很多劳力心力的。可是我们的劳力心力，我们有没有 focus 在陪伴弟兄姐妹的过程当中，在做教导、信息的教导？不是单纯分享哦，那不一样哦。分享心得、分享那个都是客观的，可是教导它是有所谓的主观的真理性存在。所以我们是从圣经里面看见，他说不是因为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好处啦。那个义，你把它想说是好的啦，因为信而得的。我要问各位，有些时候人家说哇，牧师你要我教导，我真的讲不出口，有没有？你会发现我没有那个信心，有没有？我好像不太会，我不知道怎么讲，可是圣经是讲因为信而得着的好处哦，你要因为这样才能够承受产业哦，承受这个世界哦。所以你有没有发现，礼拜天牧师讲到一个主题，这个世界观已经充满了许多虚实混乱的状态，让人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是真的。可是我们必须要有国度观，上帝的国度观，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靠着信心而得的好处，然后去传讲福音。那么我觉得这个逻辑就正确了，你不用担心，你就靠着信心说我该说的。弟兄姐妹 ，Hello， 你的这样行为不 OK，No， 不能这么做。我们应该要怎么来做？尝试看看。好，鼓励我们的信徒做这样的事情。第14节，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裔，就是说才可以成为后裔啊。好，信就归于虚空了。好，信心就不需要了啦，不需要信嘛，对不对？反正我就照着律法来走就好了啊，对不对？那应许也就废弃了，上帝的应许就没有必要，就没有功效了。好，然后15节哦，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你有没有发现？好像我们在处理信徒的事情哦，都是用律法的感觉哦。他这样说好像不对哦，他这样做怎样怎样都是律法，对不对？那都是一家己的看法，都是一家己的律法。你再怎么跟他解释，他就是解释不通，好像都会错。我后来觉得哇，我看到这一段圣经节，真的是上帝在告诉我们不是靠着律法，包含我们要解决这件事情的处理的过程，我们也不能够用律法，我们要用信心。我们要告诉他，我们是用爱，出于爱。你要信而得的是义哦，是好的哦，所以我们不用担心，我们靠着信心去处理、去解决。我觉得神会把爱放在我们当中，而且会祝福这个人。好 ，OK。所以后面他说15节，因为律法是惹动怒气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是不是说啊，反正他做错事情，我们不要用律法去看待他，那你就不会有过犯，他就没有过错了，是这样吗？新天兄，你觉得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不是的。那不然你觉得是什么？不好说了。我是觉得，就像牧师说的，我们一切都是因为信。那我们也律法
对我们来讲已经无效了，因为律法的咒诅，主耶稣已经替我们挂在十字架上面了。对。但是我们重生以后，其实因为我们是披在基督，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自然而然的是一个新人，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守基督的律法。对。圣灵就会帮助我们去做这个。对对。那当然偶尔不小心还是会被过犯所胜嘛。对。那而且可能还蛮频繁的。但是没有关系嘛，因为我们只要回到我们信的这一点，自然而然我们就胜过了。对。不是靠律法，因为没有人可以守全律法。对，没错。好，所以我们要知道哈，如果单纯要靠着律法来看待人啊，你就会觉得过犯很多了。我们简单看说，我们用律法、用教会的一些方式来看待弟兄姐妹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不 OK， 哪里都不 OK， 每个人都不 OK， 所以这就是靠着律法在看待。好，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如果用这样的事情用律法在看待人，你会发现每一个人的过犯好重。可是我有觉得要再多讲一些，就是可是我们并不是没有律法，对。比如说像我最近那一天我就跟我儿子去吃那些什么马小二，说发现里面有血，我以前我吃血都没感觉，但最近我看到血说吃血到底行不行？我儿子说不然就问牧师啊，我回去我突然觉得或许很多东西实际上不是律法，而是一种属于所谓伦理的东西，像十诫我们还是应该要遵守的，不是嘛？对。譬如说像登山宝训，耶稣所讲的那个，我们直接就是要做的嘛。对。还有保罗甚至使徒书信里面的都教导我们是要遵守的，这个应该彼此提醒，而且你做明显都犯也是不行，因为你教会我们是圣洁的，对，大家都没错，大家都是靠信心在做事情，没有纪律的，所以这里真的有时候你不讲也不行，但是讲多了又好像陷入律法，所以这真的很麻烦。对，所以我才会问说第15节这一段话，其实我们要了解说，其实对于当时候的罗马政府，他们谈的都是用律法定罪人啊。好，所以当然对保罗来说，我觉得他会特别把这个律法的东西拿出来讲，然后要让人有爱。因为说真的，我自己也有感同身受，发现说在教会里面，我们谈教会法规，谈了很多事情，你就会发现都是律法。可这些律法毕竟是人定出来的。可是假如说我们可以换个方式，用信心，而且后面16节说，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的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注意也有给属乎律法的并没有因为没有律法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的信的。好，所以我觉得在教会里面说真的，的确会有一些喜欢谈律法的人，但是我们也不用太过于 care， 只要我们是在信心里面，好，谢谢你督促我，谢谢你教导我，那么我们自己去自然而然就会看见神所要应许我们的生命功课。其实我自己过去我简单讲一个，就像我的母亲，我从以前我就觉得说奉献大概100块就已经差不多。我简单举个例子了那我妈妈就会跟我讲，你不能这样，你现在要奉献到200块。那我就在想说，其实奉献不是那100跟200的问题，而是我谈的是心的问题。那我就在想，哇，为什么我妈妈会跟我讲要200？所以我发现她讲的是信心的问题。他讲的是上帝所给予的问题，他讲的不是命令、律法的问题。我一开始会觉得像律法，你为什么要这样呢？可是其实我都偷偷的，我并没有这么照着他的方法做。可是当我发现我身边的我自己的钱被诈骗完了以后，我发现，的确，我终于理解我母亲所说的。所以我可以理解一个会奉献的人，他怎么样去经历上帝让他从无到有，甚至到更丰盛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就是应许，神给他的产业跟应许，这是无可厚非的，你说不过去的，你没有办法用任何的理由来说他错了。但是有人他的确他是真的是只会说，他是做不到的所以我觉得说，当然这个还有很多需要去探讨了我觉得今天我们一起把它看完，就是说第17节亚伯拉罕所信的，
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啊！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注意哦，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哇，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我要问各位，你所信的上帝是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上帝吗？如果是的话，那么我们现在重新回过头来看待奉献的事情，不也是如此吗？我曾经也在想，我没有钱，我没办法结婚，我真的没办法结婚下去。我也想过这个问题，我没有什么，所以我没有办法做什么，这是一个世界的观念概念。可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使人复活，也就是说那种绝望到有希望，然后使没有变为有的。那我就看见说，的确，我们建造教会，我们在做的福音工作，不应该也是回到这句话里面吗？对不对？因为我们才能够做多国的父啊，你知道吗？当这些新家人朋友进到教会来，难道我们不就像是要做他们的父亲家人一样吗？亚伯拉罕他不是做了他的子孙，有没有拓展到很多国家啊？对不对？那么我们大桥教会，我们不也应该是如此吗？信主的人不应该也是如此吗？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你们要知道你们在做上帝国的服事工作，绝对不是把分内工作做好。你们一定要对你们自己的侍奉工作要有目标，而且要有盼望，甚至还要有建造上帝国的理念。我这几天我在跟我们的那个之前的指挥在谈论到周末营的事情，我发现他的信心，他的那个愿景是比我还要多，但是他的执行下去的那个动机还不够，我就鼓励他，我就给他一些更多的看见，然后为他祷告，然后激励他。他最后告诉我说：“牧师，我非常感谢你教导我，让我明白我是神所爱的，而且是神所呼召的。”你会发现我们的陪伴跟激励就产生功用了，懂我意思吗？你会让人进到一个环境里面，他知道目标怎么去走。所以我们回到我们今天所看的，唯有福音和教会，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在成为基督徒里面，我们现在的人不就是在教会里面领受福音吗？虽然我们在外面也可以领受福音，可是在外面领受福音的人，他们是因为有一些现实的状况问题，他们没有办法进到教会去，懂我意思吗？可是如果你是可以进到教会的人，那么我们应该要帮助那一些可能还在流离的羊群，我们要帮助他们认识到福音在教会里面，福音在盼望在教会里面可以得着。所以每一次为什么牧师才会说，有人曾经问过牧师，跟牧师讲说，牧师，我们买那个咖啡机，我们招待，你说要我们的会后在这边喝咖啡，好，这个没有办法，大家不会喝咖啡啦。我妈妈也是这样讲啊，不会喝咖啡啦，怎么样啊？我说这个不是咖啡机的问题啊，这个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想法有没有清楚知道，我们怎么样透过教会的这个只是工具啊，了解我意思啊？这个只是一个工具，帮助我们可以去善加运用的。像譬如说，现在如果我们要做社区的工作，好，我们要做社区工作咖啡机可能会是一个咖啡机或者是茶类，我们这边的招待的区域可能会发挥很多的功用哦。我们开始要有志工做陪伴招待，对不对？不是只有我们一个选出来的一个同工来做呢，我们要开始去想方设法，要如何让人进到教会，就像进到一个家里面。好，所以我们从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圣经节，我们要了解人聚集的关系是非常宝贵的，不是靠着律法，乃是靠着信心，靠着信。我们相信上帝，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也要相信人跟人之间是需要用爱来解决问题。好，
不是用律法啦。好，以前牧师也会觉得说人做错了做错了就错了，就认嘛，干嘛在那边讲那些有的没的？好，我也很凶啊，我也很容易批判啊。可是批判完了之后呢，这个人他也没办法留下来啊，你懂我意思吗？那就算你真的一口气你对了，那又怎么样？上帝国度的羊群不是也因为这样而流失掉吗？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要换个角度，好，我们要试着去想想看，我们要怎么样让福音跟教会能够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是连结在一块。好，那另外一段圣经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4章11节到16节。4章11节到16节。这段话是保罗他特别写给以弗所教会，讲到有关在基督里面要合一。注意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要合一那我们说教会是基督的什么身体？那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要怎么样？要合一啊。那教会里面要合一怎么做？我们一起来看这段圣经节11节到第16节。好，圣经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有没有发现这几个里面，有几个我们现在有的，在教会里面有的，我们可以好好去检视看看。12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要在教会里面如何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必须要有什么？必须要有哪些人啊？对，就是这几个。那我们来检视一下，教会里面有没有啊？好像其他的都好像比较少了，对不对？对不对？那使徒是好像还有一些啦，还有一些可能他对音乐啦，对不对？对青少年啦，对不对？使徒是带着有使命的门徒，叫做使徒啦，这样懂那先知呢？好像应该是没有了。好像没有，那个好像听起来很像先知啦，可是那个先知很像在咒诅一样。对，我以前牧师的牧养教会也是有了。我觉得你们觉得你们觉得先知至少会有一些哪些基本的条件？有先知预言能力的信徒会有什么条件？你觉得这种人会有什么状态？真正的，我说的是当然是真正的先知还有假先知，一看也知道我觉得真正的先知我的经验是觉得他都在祷告，很爱祷告，真的连我做牧者，我都觉得我祷告都比他还少。然后他的祷告里面是带着信心，不是都爱祷告而已，很有信心，而且连他的孩子也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然后先知还有一个角色，就是他敢说，他很敢说，而且他是在祷告里面领受到的。我曾经在之前在牧会的时候，这个有先知的信徒，他就跟我讲，他说：“牧师，你刚来，你一定要好好的祷告，为这间教会做洁净祷告。这个洁净的意思我当时不懂，以为是属灵的那种那种。”感觉好像是那种魔鬼还是什么的，我就说好，谢谢你，我也是很有礼貌。可是到我离开的时候，我终于懂，那个恶势力是很多是人的心里面的魔鬼，很多是权势，很多是人不靠着信心在做的。所以在那过程里面，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必须要了解，在教会里面，在上帝的基督的身体里面，
我们一定要有这一些人。那传福音的有没有？问题来了。其实我们的信徒多多少少啦，都有想要传福音的啦，对不对？但是到底要传什么，大家好像也不太明白，对不对？动力也不太足够，对不对？好，你觉得我们对传福音的热情够不够？不够。怎么说？哪里不够？说看看。不敢讲。对，传福音第一个一定要敢讲，对不对？好，而且会敢跟人家侃侃而谈的说话，我觉得这是很基本的。好，所以传福音的也要有，而且要有牧师，还有教师。好，第后面呢，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啊。所以合一啊，绝对不是我讲的你听得懂，好，我们两个没有什么冲突，叫做合一。No， 那个还不叫合一，那个只是你们还没有谈到深处，生命的深处。当他谈到他生命的深处的时候，你还可以同理，而且你还可以为他祷告，而且彼此开开心心的彼此祝福，甚至我们还会一起说感谢主，我们一起来教会里面，我们来做什么样能够荣耀神的事情，会有一个目标出现。所以你会发现传福音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帮助信徒每一个人在福音的真理上同归于一啊？你会发现有点很难，因为每一个人的对真理的看法就不同了，然后又要你尊重他，他尊重你，我告诉你都没有对焦在神要我们出去，我们只是在里面在谈啊，所以那是还有很长远的距离，我们是需要去走的。注意哦，后面说同归于一之后，你才会认识上帝的儿子。注意哦，他不是说认识上帝哦，上帝的儿子是谁啊？是耶稣基督嘞。耶稣在做什么？耶稣在世上3年的时间，他都是简单都在做什么？就传福音啊，传道啊，不是吗？然后看是不是能够帮助他12个门徒有使命啊，了解认识他啊，对不对？他的使命是什么？注意哦，认识上帝的儿子之后，得以长大成人哦，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很清楚告诉我们怎么在基督的教会里面合一的方法。非常清楚。第14节，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有没有发现，我们过去如果认真看起来有些时候我们在现在可能在处理的事情里面，我们过去有很多都是人的欺骗的法术，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也没有去处理。可是没有去处理的过程，反而是让那个事件是越来越严重，到最后已经到牧师身上。你有没有发现？所以牧师现在很坚决的觉得这是一个当务之急的要紧事，我们要去好好的为这件事情祷告，好好把它处理好。好，然后呢，后面他说，被一切的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有没有？这里教导我们怎么做了？爱心说诚实话了，凡事长进啊，连于元首基督啦。所以我告诉在座的同工们你们要做长子，就是照着牧师教导你们的。牧师看见的绝对不是乱讲的，一定是有事情发生，而且对在灵性的属灵生命上面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怎么样？用爱心说诚实话，要怕说，也不要怕解决问题。凡事长进，连元首基督，全身都会靠着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各样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我们在最后，我们大部分很多基督徒习惯用最后那一句话而已啊，反正我们就用爱在建立教会啊，对不对？可是我告诉你，爱没有那么容易呢，对不对？有很多概念、态度、方法，如果你没有照着前面所讲的，你要先了解哦。信徒有哪些像小孩子一样啊？小孩子一样，他就会随便乱讲话呢。乱讲话就会像欺骗的法术一样呢。做恐怖的呢。
那个过程实际上就是造成教会很大的伤害。所以牧师真的鼓励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认识新家人关怀学校。实际上我们认识的是很多的真理，我们必须要预备好，因为当我们去关心这一些人的时候，新家人的时候，他们就把我们当作就像是一个家长跟老师。我们要学习做一个好的陪伴者，就是要好好的做教导。不一定要靠牧师啦，牧师也期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好的教导的角色，来祝福更多的羊群。好 ，OK， 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边。期待我们能够透过更多从神的话语里面明白，其实福音和教会跟福音都是撇不开关系。有人说他不需要，他有福音，但是他不一定要有教会。他透过网络可以看直播，可以看影片。当然，如果现在的您有很多你的现实问题、生活问题、工作问题，以至于你没有办法去到上帝的教会来敬拜神，来恳求神来帮助你。让我们一起学习，不管在福音的真理上有更多的认识跟明白，也让我们在教会的建造里面，我们都能够参与在教会的生活。有教会的生活，你就会有同才属灵的伙伴来作为你的代祷者，帮助你。我们一起在祷告当中一起认识神，我相信我们大家都能够经历到那个平安与喜乐。有没有什么问题？其实今天我们的主题最主要就是告诉各位啦，就是我们要去要教导啦，教导真正的福音，不要怕福音不能教导。但是注意要教导不是指责很多时候我们会把教导当作就像命令在教导，那是很麻烦的事情。有些时候原本是教导是好意，结果你的教导变成像命令似的，会让人觉得你的教导不客观，然后我也不想听下去。所以一定要有智慧，求神给我们智慧，要时常教导对的福音，然后带领人来到教会，鼓励人进到教会里面去。好，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更深刻的明白，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信心的恩典、信心的应许与盼望，来承受这个世界神你所要赏赐的产业。主啊，我们期待自己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我们更期待自己不仅成为蒙福的人，也恳求神赐给我们智慧跟能力，教导我们如何带领人认识福音、认识教会、认识神你的真理。求主保守大桥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同工，让我们一起领受神你的话语，也能够领受神你所给予我们的呼召，以及完成大使命的功课。愿主你纪念我们在你面前的学习跟摆上，愿主你能够大大的引导我们的生命，走在神你合神心意的道路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好，我们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同一时间，期待您能够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学习新家人关怀学校的训练功课。愿主赐福你平安。